好多謝 Pod 超頒呢個獎俾我哋 Unicorn Nursery。Pod 超可以幫我哋打入台灣嘅市場啦，開拓香港以外嘅客戶，令到我哋更加容易打入當地嘅市場。Pod 超最幫到我哋鋪頭嘅功能就係喺網上嘅搜尋平台，可以搜尋到大量嘅品牌，因為我哋公司 Unicorn Nursery 係接納到好多唔同類型嘅名牌手袋，所以喺 Pod 超平台上搜尋嘅話咧，係容易啲搜尋到更加多其他嘅品牌。Pod 超嘅鑑定服務咧，除咗 Entropy 之外咧，佢哋仲有大量嘅鑑定人員啦，幫我哋去鑑定嘅手袋嘅質量啦。除咗質量之外咧，真假問題咧，亦都唔需要擔心，讓客戶更加有信心向我哋去購買。對其他商戶嚟講嘅話，唔好猶豫啊，即刻加入 Pod 超啦！因為你 Pod 超嘅話，可以幫你省卻咗好多麻煩，例如係鑑定啊、運輸啊、銷售其他渠道嘅話咧，簡直就係 Pod 超就係 number one。Pod 超係令到我哋客戶更加對我哋有信心，令到商戶亦都唔需要為咗少少嘅麻煩而去拒絕客人嘅購買要求。Pod 超係絕對令大家值得信賴嘅一個平台。